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哋經濟一周嘅時間啦。嗱，各位朋友啊，今個星期咧，全球金融市場啊，可以用一句說話嚟形容嘅，就係不確定性就主宰一切啦。第一，股市整體係偏弱噶啦。截止3月27號咧，全球股市嘅普遍就下跌噶啦。原因就好簡單嘅啫，中東局勢都非常之未明朗啦，加上市場咧開始擔心今年啊可能有機會再次加息噶噃。嗱，雖然加拿大嘅 S&P 啊 TSX 嘅指數咧表現就相對穩定噶啦，受到資源股嘅支持，但係啲美股咧就明顯有啲回落嘅。第二啦，就係能源同埋通脹壓力有啲升溫啦，油價整體咧就輕微上升，但係波動咧就非常之大嘅。關鍵原因咧就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幾乎關閉咗啦，同埋伊朗咧同美國咧係未達成呢個停火協議嘅。美國提出15點停火方案，但係被伊朗一一拒絕啦，仲提出要控制能源命脈添啊，就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。嗱，呢件事咧直接帶出一個重點嘅，就係能源供應唔夠穩陣啦，通脹壓力又再次升溫啦。加拿大嘅央行咧亦都已經表明啊，油價上升咧會推高呢個短期嘅通脹嘅。第三點就係呢個利率壓力就有啲回歸翻嚟啦。嗱，美國30年按揭利率咧升到 6.43%， 去年10月以嚟已經係比較最高點噶啦。原因就好直接噶啦，油價升，通脹嘅預期會升啦，咁啊市場預期就會有啲加息添。個結果就係房地產需求就會下跌咗，按揭申請咧連續2個禮拜咧大跌噶啦。嗱，呢個信號就好清晰嘅，高利率嘅環境咧係未完嘅，甚至可能重來添。嗱，第四點就係加拿大咧個機會浮現啦。有趣嘅咧就係危機入邊其實都有好多機會嘅。報告就指出啦，如果加拿大咧再加強呢個油管建設嘅話咧，可以出口更加多能源去全球各地嘅。呢個 Trans Mountain 擴建咧已經帶嚟超過230億嘅加幣收益噶啦。全球能源嘅緊張咧反而令到加拿大咧更有戰略價值嘅噃。第5點啦，就係全球經濟咧開始放慢咗少少啦。日本製造業嘅增長放慢，出口嘅訂單就下降咗，成本就有啲上升啦。服務業嚟講咧，亦都同步轉弱噶啦。咁就反映咗一件事啦，就係我哋全球經濟正在受壓啦，唔單止咧係單一地區嘅問題嘅。嗱，嚟到最後個總結啦，就係而家市場有3大核心嘅風險嘅。就係呢個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啦，呢個中東嘅衝突啦。第二就係通脹會有啲回升啦，因為油價推動啦。第三就係嗰個利率可能有機會升翻少少嘅。嗱，呢3樣嘢加埋咧，會令到個市場波動係持續嘅。一個重點嘅收尾啦，就係而家唔係冇機會嘅，而係你有冇策略嘅啫。你要變成市場嘅得益者咧，就要留意啦。今個禮拜嘅經濟一周係咁多先啦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